80嘅客家人有名堂，有請到當久冇看到嘅刺球米。刺球米本單按做繡球米，係啲苗栗市態嘅客家鄉親。佢17歲嘅客參加創歌嘅比賽，打贏嘅萬個位對手，對呀就變作為做戲創歌位都位嘅有名明星。梅姐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哎呀，真有歡喜啊，搶到了梅姐哦，4時也是看佢啊，創歌啊，看佢啊，演戲啊，真根本看到你本人啊，但20年前都一樣。是嗎？冇馬鞭，馬屁仙了你。我以前都沒有你啦哈，都當喜歡唱歌的嘛，提名反壓兩集嘅我咪要唱歌呢，我要得到反壓兩集呢，然後要得到韓一條嘅我咪要得到對冇？所以嘛我得到提名，還係冇做天使歌神，我都看報紙，看有下老天使有關係呢天使歌唱比賽嘛哈，最後我看到了歌林之星。我寄8張明信片哦，因為我手講哈，佢冇人來數到的話，我就失去了大好的機會。但是呢，當後時我都數到1張，聽回函呐，因為人生啊，就靠嘅1張明信片那種回函，那一張回函哈，來改變了我的一生。刺球米都為演藝圈過後，將離開苗栗到台北落實。唔過話講到對家鄉嘅印象。刺球米少年講，細細時節出體屋卡學教，唯一記得的是有南苗市場嘅，然後對佢6歲起時就聽到媽媽喺亞達北賣醬菜。我媽媽在這邊賣醬菜賣到52歲，賣到52歲哦。對。哦，媽辛苦呢哈，非常辛苦。哦。所以哈，今日可以講哈，是來尋媽媽的根，尋根之旅。你落去前頭班，讓媽媽攤位到哪位？好啊。日來，來昂昂咧，嘿。有冇面子啊？超美嘅。你看東東人都熟死你哦，哎呦啦，有辦咧中咧，嘛個全部有嘅你要買啲辦嘅幾久嘅時間呢？10幾年咯。牛羊兄哦，刺球米。對，他一來我就認識他。唔係啦，個夾媽媽頭擺都兩賣醬菜，你有印象冇？有啊。都哪會賣？在那賣。真嘅哦。我小時候就知道啦。4時也是比夾媽媽都兩，夾媽媽賣到按有名哦。對呀。刺球米行業南苗市場就相當為大家，雖然講18年冇做來嘢，不過大家還係當記得，也啲市場紅大嘅大明星咯。媽媽的攤位。真嘅你要賣散貨嘅咧刺球米。我知道。梅姐，你阿妹頭擺喺夾媽媽對阿妹賣。姑說你媽媽對阿妹真係都有名嘅。對，我還記得我媽媽那時候，攤位賣掉8萬塊。真嘅哦。來到熟識嘅攤位前，刺球米當歡喜地講定頭擺神奇嘅事情。不過也時節啦，太子實同佢講佢哋本人當艱苦嘅手勢。什麼？賣雞的，你有印象嗎？賣雞的。每次在這邊殺雞那個走了。女生。啊？去年9月20。哦。真的哦。你說每次在這邊賣雞那個人走了？對呀，你不是有時候那個徐先生他太太啊？對。啊。全部熟識。全部熟識哦。很熟啊。支小姐跟他們家很熟。很熟哈。刺球米講，啲媽媽退休過後，就開始聽到隔壁攤嘅消息咧。當古多年前嘅佢講啊，人人聽錯一貼片去圍門夾到，除咗隔壁賣雞嘅攤呢，還有另一片賣狗子嘅攤呢，沒有刺球米當然聽不用睇嘅飛機。我媽媽隔壁在賣水果，那以前我們小時候家裡很窮，沒有錢嘛，那媽媽還是會給我們吃到水果，但是我小時候吃的水果沒有一次是完整的。真的哦。是削過的。所謂的是英雄不怕出身低，我不怕說出來，因為我要標榜的是我的媽媽那種偉大，她那種偉大就是講老3年的6到3年的學不開，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。你後來嘅醬菜攤呢，因為屬於也冇講當到錢但是呢老3年的學開當冇簡單，所以對他來講呢，一個水果攤呢，他來學如果冇買啲水果熟啊，幫我媽媽就帶轉了幫我哋食。頭髮按艱苦哦。做學校舉辦嘅乜嘅
环岛旅行呐，一个人要缴400块。那因为我家的环境那个时候不容许，我那个伟大的妈妈呢，那时候趁爸爸不在嘛，哈，她给了老个西邦人偷偷会塞崩哎，问爸爸滴哦，哇，这个不得了呢，哎，爸爸哈，命令哎呢，天公你去老个西邦人拿转来。爸爸就觉得这个数字太大了，我们家兄弟姐妹还要吃饭，不能为了你一个人哈去圆你的梦。全班50几个人里面呢哈，就只有我没有去。我常常说一句话啦，上帝总是厚爱我的啦。所以讲我长大以后哈，我可以现在就是呢，所有的无料到的哈，全部布转来的啦。跨边的也有一个故事，但是我要讲故事以前不能在他们前面讲。哦，真的哦。我要偷偷的讲。哦，真的哦。那个水果摊隔壁呢，以前可以卖串冰的嘛。那水果都没有钱买啦，那串冰更没有钱吃啊。那呢，我呢想吃冰，但是没钱啊，我就会等那个老板哈串冰，串到最后不是会有大概1寸厚啊，只剩一点点，没办法串的时候。你怎么在那个水桶里头，来做夹起来拿起来吃？哎呦，很紧哦你哦，很紧。来呀到南苗市场，此种你小时节嘅記憶，全部都想起來耶。唔啲條架還記得講是頭拿餅來食嘅食阿妹冇？想妈妈头发都要买中川牛羊胸哦。有啊。是你吗？你在这边唱歌？是你呀。真嘅哦，头发你是都要买餅呢？对啊。你跟我頭色夾，唔頭色，你是頭色夾餅呢？没啦，没头饰啦，面膜爱那个面膜，你算是環保。面膜爱变坤啦。变坤了。阿爸美，那你对池秋美有印象吗？40年，还有印象？对啊，还有印象。當時嘅西潮米是做得肯定平顏色，堅豚後欄。日下嘅太潮米總算食得到壓縮餅嘅米絲咧。人家1份幾多錢？30條呀。哦。啊，50年前多少？50年前是幾多錢？哦，那50年前10塊太貴了，難怪我吃不起。你啊，你40年米湯冇？真嘅哦。我剛剛要講給你講述，40年米湯。小時候的味道，真的。你真的還記得我嗎？我以前很醜，對不對？哎呀，那個漂亮啊！老時米嘅米奇木餅，阿咪子食到好好笑，食特餅記得喺手中繼續按，也見點到有阿咪子親熟悉嘅米絲哦。你下我看到你下搞都動貼嘅，有搶你40時讓媽媽做去種菜冇？有。係。我呢從細做起媽媽買種菜，然後我學他嘅，對嗎？所以我很愛他，對嗎？對。但是為什麼又恨呢？是因為哈，我小時候很愛玩，對不對？那我們直到上學的時候有寒假、暑假嘛，對呀。那人家都去玩啦，去玩水啊，去幹什麼就去玩就對了。我們家不是，因為那時候做董胎嘛，做董胎，所以就會請工人來。那我們就好像是那種。好像監工一樣啊！哦，我老木卡天數之錯嘅。對哦，唔過你睇到了，你動作了傳統嘅吼。哦。這是呱呱。我嚟呱呱哦！誒條家，你有客家啲苗叔叔叫冇？咩？記啊？要從細教到大啊！我冇你講教他啦，不得不去。反正40也是玩伴。啊，係啦。當時我是。唔是。有，啊，就加都冇中期嘅啦。啊，中期嘅有。哎呐，我們以前兩個算是競爭對手。大概是2家3家對嗎？對，大家爸爸同阿爸媽媽同好啊。媽同好。係啊。此像咪講，頭擺媽媽嘅種菜店就差唔多係按呢擺嘅方式，滷嘅、炒嘅，乜嘢都有。哎，全部看起來是肉頭擺嘅種菜。對，你最媽媽有豬膏藥嘅，豬膏藥嘅，豬膏藥嘅，係啊。有最凶的生那一種嗎？3樣我都想吃，看看還沒吃得多。以前媽媽裡頭。哦，我是鮮的食量好冇？哦，是個點煙的哇，這塊泡，要吧？有媽媽的米湯冇？有。佢做老人媽媽啥較好食？當然是媽媽的好吃啦。
佢挨到咁一個牙好啊，唔過條牌誒黑緊然後真啱好啦，做東西一堅持啦。嘿，唔過有媽媽的米湯嘛？有妈妈的味道，有媽媽的味道。冇錯啦，哦，有嘛？好食冇？哦，你較好食，因為我冇食過佢媽媽。甲肉條擺米湯，因為愛你說時間，買有看過迄種菜啊吼，會試茶出來賣。係啊係啊。還有鏘。誒，唔係人咋？條擺牛試茶去賣。冇啦，哦，唔是都有賣。你嗌就會啊，開個較前面開啊。係。我試個三面茶。安尼嘅種菜店係路邊人嘅共同回憶。池秋米講，條擺媽媽賣嘅種菜有46種，麵炸、鹹瓜、甜頭嘅豆腐乾也種全部都有。當然沒有豆腐魚，唔過話講到豆腐魚，國頭家幾就厲害了。唔過啊吼，坦唔講啊吼，贏了東西都厲害。對啊，特別給張大千嘛，好生來的。張大千。他以前經過我家門口的時候哈，都會這樣偷看一下我有沒有在，哎呦，我有沒有在？這麼俏皮啊！哎，我如果說沒有去台北的話，我告訴你，他也沒有認識現在的老婆的話，搞不好他是我的真命天子。哎呦，那我要看一下你的真命天子，猛個聽。哎呦，老朋友啊！你講你說是有對比。贏了東西都厲害。對啊，特別給張大千嘛，好生來的。張大千，要出事了。你說那個畫畫跟那寫毛筆那個鬍子很長那個張大千。對啊，很喜歡吃nhà豆腐魚。對啊，你哋個嗰張就係嗰個語言出遊嘛。係。你特別貓兩牙了。貓兩牙會了，買了豆腐魚。古時候其他嗰啲豆腐魚都有名嘅。對呀。係啊。張大千喺面來買對冇？係。啊，冇拜託佢嚟佢拖一幅畫。係啊。特別我冇做過。國頭家講，既然古城嘅國花大師、張大千嘅總鋪師都用家木卡嘅產品嚟做豆腐魚嘅。有一擺呀，總鋪師揾呢其他嘅品牌，張大千試啦到，就發現味線唔錯，故所以就變做老主顧誒。懂得政商名流張大千的名菜，非他不可，一定要給他郭家莊、謝東閔，對呀，哦，加補用來訂購。哦，啊，講有啲頭家吼，咩當客氣哈，當高義啦哈，係張大千派人來買啦哈，也唔好想到嚟投一幅畫啦。有那一幅畫不得了了。哎，小鍾來得及，你現在來畫，以後你走的時候那一幅畫也不得了。我覺得你錄一首歌給他會比較有機會。我走的時候要怎麼樣？我走的時候怎麼樣？那 CD 很值錢，就值錢了，對。睇到熟悉嘅醬菜味，看到此時熟悉嘅老朋友，阿咪子心肝哇哇開，甚至停停小組共笑起來耶。同國頭家約好下晝去拜訪國媽媽，接下來阿咪子愛帶人去老窩昂海。你有沒有看到前面一條小河流？真的有哎，有一隻你酸河巴呀。哎，對，這一塊地以前係做乜嘅地嘛？你做乜呢？哎呀，一隻嘅喺度邊，我做歌仔戲呀。啊，真嘅哦，頭擺這度了會做歌仔戲，唔太敢談。對，係呀。哦。又有一首歌了。乜解講？我對你懷念特別多。你有模仿楊小萍的嫌疑。人講啊，轉鄉江山。唔過池秋米完全都冇一種複雜嘅心情，點到轉到故鄉就得佢頭擺本人嘅一五形象，幾十年心情變開，就像識阿妹一樣嘅，當歡喜嘅同小眾來收嘅頭擺太一環境。這輛車的底下，原來是一口井，那很多人都在這邊洗衣服。這產婦。對，我那時候很小，大概17、18歲，我也跟人家來湊熱鬧，也故意來洗衣服。哦，古種哦，頭擺這個河巴對你的農村了誒。很多人還用它吃啊，喝啊，可以當飲用水。可以很乾淨，對。哦。還有我告訴你哈。
以前这边家家户户都是一棵大榕树，那榕树大到这么大，你看多大？哇，那真你看多大？哇，那真的很大。哎，牙木不会多的嘛？牙木不会多嘞。很强哦，这是要么该伐啊？这个是九重葛，妈妈走了18年多了哈，可是你看哦，根本就没有人浇花，可能邻居偶尔给我放一点水下去，你看这么漂亮。哎，这个你们有帮它浇花吗？有没有？偶尔会啊，因为我们这边有水龙头啊，就。哦，你看，很仔细。你看零沙之年，然后你天出，阿爸有收拾你嘛？人家我们是车子妹妹。哎呀。整个村庄底度哈，嘿，我们家第一个盖楼房的呢。哎呦，牙木卡暗薄啊！暗薄，买种菜买到暗薄。没有啦，这个也是爸爸妈妈辛苦啦哈。那所以讲呢哈，后来就慢慢的，大家就陆陆续续都改耶，哈，后来大家就变成哈，好像这个，你刚刚个墙壁连着墙壁啊哈，这挡墙挡起那个情气了。还有这种阳台啊。对呀，诗情画意。按用韩国人，牙木卡是最特别最强。很明显哈。当我老你买哦，这里改成开个咖啡厅啊，来吃到神力会懂哦。外面摆个几个桌子。小宋用了合伙。前面有个小河哦。你说到这小河，我跟你讲哈，我以前哈小时候都在这里游泳的。9岁哦。哎呀，今天机会难得，来求腰嘛。你早点说，我就带比基尼回来了。你不早说呀？我们知道单位有准备。慈小咪讲，啲妈妈高成高孝，老婆自己忙嘢吃咧。唔過現在當唔盼得，姑嫂冇買睇，同老婆保留下來。跟牙木卡，跟前面怎麼沒有一個那個唐號那個匾額啊？其實哈，我本鄉鄉侯啦哈，鄉侯的人是喺河南堂，但是呢，真正愛看哈，在你的面前，像那一頭一個叫黃國定，你知道嗎？表卡就有按呢，有掛按呢嘅東西。猛聽。他以前經過我家門口的時候哈，都會這樣偷看一下我有沒有在，偷看一下我有沒有在。這麼俏皮啊！哎，我如果說沒有去台北的話，我告訴你，他也沒有認識現在的老婆的話，搞不好他是我的真命天子。哎呦，那我要看一下你的真命天子猛國天。阿咪子無言嘅老公啊，原來係奶神哦，隨處位底了。哎呦，肉朋友啊！你看到沒有？拱哈筒是相逢呢。那個縮骨切個下喲，這樣子看的。真眼哦，那有犧牲眼哦。兩逢用犧牲眼嘞。對，有犧牲眼。馬上肉不？是我後家就搬過來的。是搬過來。對啊。對呀，我們小學就認識了。啊，真眼哦。細個出來哦。你講你細時就比。一定嘅。等我拋妹。等我拋妹。拋妹耶。可憐啦，一定嘞。有同啊個，練過後都會。哎，偷瞄一下。男人的本色。看我有沒有在家。會不會吃醋啊？啊，開機關嘛？不會啦。唔會啊。我要講喺犧牲眼前的事。犧牲眼前。開始幾多歲？啊，差唔多幾多歲？叫我下個。冇講，唔會叫我你很有心機哦，哈！你在台北生活很久了，很狡猾哦。年齡一直係西方人嘅秘密，小總啊，你就唔是在個悶下去咧。慈小咪講，現在屋卡冇同好，爸爸咪唔識廣告，姑嫂一直到廿八春愛見，長啲像鄉人嘅同好係好難同。咪長啲黃父門後調嘅講下堂廿三雜事係相忘人嘅同好。佢聽太過，咁細時對佢嘅事情啊，哪一隻事情印象是最重嘅？哦，做細個同我唱歌嘅。同我唱歌，你有玩過？那年少就聽得到，生動嘹亮。哦，真嘅哦。我小時候哈就懂愛唱歌哎，因為那時候沒有電視週刊嘛，是哪個明星又給什麼星探發現，那我就想說，我每天來唱，總有一天星探一定會發現。從我家門口過，沒想到都是國定在你家門口。星探沒有來，每天都是華國定從我家門口過。愛你愛在心坎裡。
掀头落叶，阿咪子随为大家重现僵尸土木卡台上冲高位等人来发现嘅情形。虽然讲按当年冇出现头天使党，不过阿咪子呀，高上还是当好糖哦。以前你知道吗？在家帮妈妈做家事啦，边做边唱，洗碗筷我就每天就唱啊，唱完之后就一种失落了。为什么？没有掌声吗？为什么今天星探还是没有？又没有来，又只有黄国定讲话。只有黄国定。你又改名叫星探嘛？星探又来了，星探又来了。我上过可能佢嘅看到人就唔唱歌嘅啦。你知道你唱歌是不是他啊？用颜面面。我冇想到没叫你的心态啦。后生时节穷下行嘅热团情，无非是太流，竟比总算冇清楚诶。就啲王国天嘅无糖红，此就咪还发现咧僵尸妈妈做酱菜用嘅暗光。阿妹退休过后，此就咪送嚟到暗光伴王国天。一下也到暗光，就變咗黃木清靜嘅風景。離開嘅老屋，撒下來小眾帶定刺球迷來到嘅苗栗市後花園，我來同阿咪子上堂學位考了。你遐來到遐地方啊，喺南市里，你遐地方啊吼，東島人全部雙休人強龍，真嘅。係，還有看到你木，你東有歷史嘅北人嘅老房啊，講。有間木北人嘅啊。係啊，看到文魁跟中石地嘛，還有看到我們的休街 F4，有看到。哦，休街 F4，有，哎呀，休街妹啊，你嘛介入？放客叫強一，叫強一，桂圓有冇過？月桃葉。哦，月桃葉，用這個葉子包的，跟熊咪會特別彈啊熊啊，係冇？你係咪該同時啊？很厲害的。梅姐，哦，你說一下，你先。因為我是淑女，我不配大頭搖，因為我好看，所以呢，我要這樣子。哎呦，譬如說我嘴巴就這麼小，所以這樣只能這樣子。邱太哥，哇，头摆吼，我有访问过一个打篮球的，东有名的，江湖的邱德志。哦，嘿，那时候也是一样叫中实地，不过佢在新英里嗰地方，跟全部有關係。那不過真係有8多年。有，用係做戲喎。做嘅用奶嘅，嗱問下，因為嗰南市里啊，你看到東東茶園啊，還有東東面種田啊，你阿妹啊，全部喺客家，全部喺雙休嘅啊。也偏南市里啊，有雙休嘅佔青態部分，嗰有雙林嘅，嗰雙葉嘅，也三態相對啊。雙休人係苗栗嘅大鄉，單起中途南市里同新營里。也就係人講嘅太平等也特別，也太過講，日本所謂也特別嘅行人，單種香茅、種甘蔗，過後將改種東方美人茶同烏白。上一擺訪問曉得吃嘅新營里曉烏，同下擺嘅南市里曉烏係老嘅多嘅。對上曉人嘅總統號，用會係河南糖咯。撒下來阿咪子愛詳細談了。建築狀態講。要有三個來，有一個啊，就一個雙強，一個雙離，雙口離，一個雙休。雙休嘅呢，喺當時都有個奇怪青態都市中心，叫做楊休。楊休呢，當時一個休母呢，就喺狀態講嘅來，佢多個楊休嘅時間，他個開箱嘅時間就按照休母，用楊休嘅體名叫楊休母。發展到呢行喺河南嘅時間變當太平橋啦，揾到河南堂。雙休人還有另外一隻堂號中實體，中實體嘅年頭係認真同南宋結合，有一個文武將票屋宋贊昌當玉家，特別打贏年軍，南宋理宗就宋本紀中實兩隻字，下後曉木重卿知道當公用。
要开始用种实体来做同好。家下有讲到新营里嘅小屋同南市里嘅小屋係老味道嘅。因先前拜访嘅新营里种实体，門口有一啲金絲嘅畫匾，清早就係吊啲亞達嘅。佢係小風格，複製愛送本向小嘅種錢來做紀念。看個一下南市里小部門紅嘅文葵畫匾，係同小風格有關係咯。50年呢，幾年呢是風格種種呢，25歲。而喺台南嘅福建福州參加一個省方嘅考試，哦，而喺考到幾年，佢第28名，哦，也一個變呢，嗬，佢木卡英文3首才1件詩，也係其中一張。哦，整體主要到中區。那古董呢，大狼眼呢，還有那文葵啊，哈，唔係啊，隨便的人家可以掛的，而且是皇帝賜的。哎，这个算一算，这是我们阿祖年代的。哎呀，阿祖了。这个是一个荣耀的事情。头拜啊，哈，扣丝啊，这种秀才某件单呢，扣到举人，然后最後還有那個進士，那全部都某件單，秋逢甲全部都考到了。其實啊，秀同秀本身係單片字數。過後現正摘到孔子嘅本名孔丘，就變作丘。聽講丘風格講是為到孔名，是走到太平洋亞達嘅，為到嘅感謝講是丘福人嘅保護。丘風格將來嘢特別送嘅亞達文葵橫匾來表示感謝。下個小眾一下書行嘅書庫呢，就係對文葵橫匾照片跌下來嘅。好彩屋主丘福尋求用太子發現呢，將保留下來。用太子真無簡單，你別人嘅落幕啊，全部佢而家維持嘅，非常快你啊跌下來，當然福氣哦，當然福相啊，係啊，可能有機會啊，把它裝回去，哎呀，好回，需要什麼經費啊？然後客家天師台啊，客委會啊，要一些經費，按不代表嘅雜務，按有歷史嘅務，繼續下去，拜託呀。看到了哈，經費哈，撥一點點經費，好，維持一下。現時用太子和黑地富風度，總等小屋嘅 logo 同土地，從東方名人茶落實。雖然講愛實體2刀錢，唔過佢講啊，天朝會繼續做下去。上題考了，接下來阿咪子愛帶小眾去食當地嘅客家粽嘅，阿咪子對粽嘅是有特別嘅感情哦。太子怎麼稱呼？王米蘭。哦，啊，米蘭記。米蘭記，從米蘭記。哎呦，謝。看到了哈，真嘅是上到40嘅，老媽媽天數嚟包粽嘅。你看啊。哇，很強哦！你咪介入。講客叫強一。哦，叫強一。誒，貴年有冇講？都月桃月。哦，月桃月。月桃月。哦，月桃月。用這個葉子包的，跟熊咪會特別行啊熊啊，係冇？王太子賣月桃粽已經有30多年咧，當年親手賣200到300隻。現在阿咪子自家講係讀粽嘅強人，故所建議特別帶點小粽來食，同時咪想愛同王太子來比看啊！你冇解同事啊？很厲害的。梅姐啊哦，娘媽媽終於你識得粽哎。對呀，很厲害。而且哦，你看一下，左邊是阿梅姐，右邊是阿蘭姐。茶懂多哈哦，你也懂講。我又有歌了。我很醜，可是我很溫柔。哦喲，馬街，人哋上到馬街都有歌曲做得衝誒，厲害咧！哦，該按用阿蘭姐號稱啊，是個快手，我看她是不是說謊？回來，免治同衝了哦，你不能先這樣，不能先偷跑，不能先偷跑。我嗱撞哦，卡嘅呢搖呢入嘅。哦，係嘛？要係咩時間啲咁嘅？把我們都按掉。1分鐘，預備，開始。跑跑跑，向前跑，經過小橋和大道。惹到兩煞唔好本王太子按邊啦，又係入人氣，又係順時間，眼看王太子都無限切差了。時間到，哎
1分鐘讀3集鐘嘅。皇太子真見懂殺術，接下來揾阿咪子來表現了。預備開始！哦，加油！係哦，我哋今日嘅係啊，係啊，夾。哦，哎，中了天數啦，要是中了有，哎，不行這樣，你沒有通報。夾，哎，這個沒有通報哎。哦，哎呦，抹實濕都唔飽嘅，我雙腳後暈啦。不是啦，本來不會緊張的啦，你不要拿那個碼表，我就不會緊張。30秒。哦。時間到，1分鐘。1/10，1又2/10，1又3/10，1又4/10。哦，厲害哈！很厲害，厲害哈！這好像多狠一樣。有重視形狀，你就滿意了。這樣就很棒。哦，哎，我告訴你啦，平常哈，我們不是。就是說內行很內行，我們家又不是賣粽子，對不對哈？那你如果不拿碼表的話，我也可以包成像這個米蘭記這麼樣漂亮啊，對不對？哦，真的嗎？啊，是啊。剛剛慢慢包也是這個樣子。唔夠啦，唔夠。小肉粽，小肉粽，來食小肉粽。然後呢，接下來呢？這下有點難，因為翻成國語，你翻成客語，連我都不會啊。因為我是淑女，我不可以大口咬，不好看，所以呢，我要這樣子。哎呦，譬如說我嘴巴就這麼小，所以我只能這樣子。你怎麼吃？你怎麼吃粽子？要大口。誰讓你這樣子？好賣哦！好衰嘞！平常吃這麼多按摩蜜豆，最重要那家裡的蜜豆總從，這個椰子味道進到這個飯裡面去，你有沒有覺得？有。我媽媽以前沒懂過保粽嘞，我媽媽，但是我媽媽做為是半年嘞。但是呢，在22年前，哈，媽媽一給唔曉得保粽啊，就是已經沒有那個元氣保粽的時間，就放來保溫給生了。有一擺就講，5月節嘛，哈，那媽媽就講，秋米啊，你見識見講。保一種嘅變嚟保一較後生咧，安尼咧，係啊，用叫做吼，唔係唔記得嘅記法，嗰種咧吼，也5月節咧，我準備保粽嚟去拜爸爸媽媽。哦，特別讀到年節，讀到心照，而且感謝也愛擁有自然嘅刺球米，是愛5月節，高卡無限，咪愛讀粽嘅本也愛食。雖然佢啲當風性嘅演藝圈。不過刺球米還係保持定清純情嘅感恩，思念嘅心。接下來愛嘅素菜咪係刺球米，鹹鹹黏黏嘅蔥油素菜喲。我告訴你，這是苗栗最漂亮、第1名漂亮的學校。這邊看得到山，嗰邊看得到水，有山有水。對，古時候你喺啲學校畢業咧，我喺一個學校畢業嘅，傑出校友啊！啊，那不敢講啦。有一個帥哥來這裡，這是帥哥啊，阿弟啊，你喝咖啡？來，我的車在那裡。你是趴車嗎？你是趴車嗎？哦，唔聽啊！排泄。小豬，你真見當冇禮貌呢！也係學校為到愛分享刺球米，講用轉到學校特別派嘅接待藝人啦。你看看，哎呦，平靜平凡，知足就是福。他把科夫語做成有點像那個調味料。調味醬，像味噌，你看到沒有？那其他研發，不過你有鹹的生，好食咩？當對面啊！真嘅啊！唔知嗎？好，我識看啊！即係用菜而香，我感覺個開味啊！開味咧！接下來係馬蹄水。我做翻你啊！做翻你啊！你做好自己啊！看看，哎呦，平靜平凡，知足就是福。
池秋美，裕民公家第4届综合商业科毕业，厉害呢！绰号小风房歌后，有小邓丽君之称呐。哇，音色细腻，柔美甘甜，哇！哎呦，学校真的是太礼遇我了呢！哎，不得了！哎呀，真的，这是要杰出校友，插油发图，哎呦，在墙面上，哎，有牙胸篇。哎，在学校呢，也是受到老师哈，谆教诲哈。那为人学生的，出了社会，哎，总不能给老师哈太漏气。哎，因为呢，一旦人家问起你是哪一个学校的，我可以很自傲的说，我是来自苗栗最美丽的学校裕民工商职业学校。哎呦，哎，无简单，除了后山后水的了，要提防了后的福教啊。哎，也可以算地灵人杰。地灵人杰啊！哇，这是我们的校长。哦，校长，哎，告状以后，告状以后。你好。哎呦，告状。那这一位是董事长。哎，董事长哦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哇，这你好，池秋梅，欢迎杰出校友。哎呀，告状。对池秋美有印象吗？完全没印象，应该没有吧？你应该算是新的校长吧？是，我刚来的。你问错人了，你应该问我们的董事长。董事长，因为我在这个学校读书的时候，他就是董事长，一手把他看他从一个黄麻丫头变一个美女。哎呦，那董事长对他的印象是怎么样？哦，她是一个乖巧又美丽的大方的一个好学生。哎呦，校花一个。哎呦，校花哎，两牙学弟，看到没有？哎，很优秀啊，你看。哇，是。你是什么科系的？时尚造型科。时尚造型科。你想嘛个？相同。跟人家同好会嘛个同？中山同。哦，中山堂。隔壁味道池秋美做来，用面公家是系当用心安排，唔但将展现出学弟学妹嘅热情，还有当特别嘅客家文化讲起哟。学姐好，里面请。哎呦，哇，不得了啊！这个是时尚科对不对？哎呦，你看，你有听到音乐？我心中只有你。哎呦，还放你的歌曲啊！真的是盛大欢迎这个学姐回来啊！哎呦，董事长太感动了！真给，这位是你们的班长吗？班长吗？不用介绍我吗？啊，主任啊，黑油长啊。哎。装年轻一点哇，还妹头哎，所以装年轻。我看我们美发老师帮我们检修的，哇，越来越年轻。好爽哦，真嘅哦，时尚科。哎，先来看呀，你看，哇，哎呀，三副动江全部有客家元素，错冇？你按到嘛名？曲玉君嘿啊，好，唱咧现场好嘞，介绍下咧三副好冇？系。一量三副其實人家就對個油頭髮嘅髮布啊，嚇，有一隻髮相，所以講我用編織嘅方法啊來穿插啊，後邊呢做一隻蝴蝶結哈，來哇，真的做的懂是它不同的身材啦，它可以隨着人家身材哈，可以拉哈寬還是緊，你懂意思嗎？哦，有唱個外國嘅馬甲。啊，有一次在冲啊有，对。那现在然后做工好做都按你懂时尚，真的，我以前倒没有想到说客家的布哈花布可以做到这么样的时尚，而且感觉很正式的感觉。对，你以后参加宴会的话就可以这样做了，这样穿。第二个，很多把咩啊？乌帆，要成衫褲啊，人家都是做下子肚兜啊，都係盤邊防色，然後嘅對啦把嘅圖案剪下了，做到用扁碎都要剪，好穿出來就講，唔會把那種書面，對，還有哦頭飾哈，做我們的 sale，哎，就換另外一種材質哈，要換出來把它材質嘛。哎呀，我看看，不是，你摸看看，头低低的哈，什么材质？玻璃弄吗？不是，穿不出来，不是玻璃弄，那都有個輕粘土，好，做個油頭髮，粘土，哦，貼邊嚟哦，哎呦，一縷按用粘出來，哇，學校也有教這個啊？係啊，哇，真嘅本人知道動先生呢，冇想到髮布是做嚟做得按時尚、按優雅嘅風格。也條衫褲是喺先生同學生嘅共下創作嘅成果喎。其實一身衫褲咧，去年差唔多12年加下，一就有請嘅先生搞 Air 哈，做長久啊，差唔多做嘅10小時啊。其實我開始量佢胸圍，量它的肩寬，好，再要多量佢裙長，好，要從頭開始學啊，哈，不說要身上懂珍貴啊，哈。
刚好时尚粗型嘅刺球米，李顺芳谈到当有心头，还一切同高峰讲要重新再来上课呢。刺球米要当鼓励学妹，要发挥自家嘅专长，学技术，行过来用。也得學妹要用刺球米當經典嘅歌曲，有見才言同學子來致敬。同時一條海外都當時行嘅歌曲，聽啲卷王菲都識唱。不過啊，本地嘅主唱人就係阿咪子啦。是秋美在这边做个小小的建议，好不好？以後就把這一首改成校歌好了。蠻好的。姓钟，你知道你是什么堂吗？颍川堂，该你乡嘛该？吴。姓吴什么？吴凡。吴凡，所以你的堂号是渤海堂。该你乡嘛该？乡起黑啊？该你乡嘛该同号？东会堂。你安多妈名？江义伟，姓江。啊，你堂号是什么？济阳堂。安多妈该名？姓张。姓张。哦，姓张是你的堂号是什么？清河堂，你乡嘛该？秋。乡球，让你球龙。哇！那你知道堂号是什么吗？河南堂。答对了。河南堂。哇！对。也有可以说中实地。民國58年創造嘅有名國家，也50年來培育嘅當到當戰鬥嘅苗栗子弟，學校都還可能到苗栗8件當中嘅其中3件。刺球米就喺啲也按有名嘅環境下，來過加高中嘅訓練。隔壁教房咪準備嘅空係當球嘅電路，細刺球米就會出現咧。各位同學，告中安志生，来，请看看杜大威，你真的是商山中吗？黑毛？是啊。你看看你的情况，看请得到吗？你比看看，但是哪一张？按请豆，我们找那个大头的，大头下面有写名字，总该找得到了吧？哎呀，没有耶，酸奖哦，真的吗？真银奖哦，有奖冇呀？有哦，冻奖。冻奖。头摆给他名嘛，董贴着叫秋秋梅。你看现在有差很多吗？边呢？看一下。廖他讲。真的吗？真给廖他讲，學生嘅時期嘅刺球米，雖然講還係當江山，還看起來係當世嘅用嘅，不過優雅嘅氣質還係冇變咯。拜訪天母教，前面一站，刺球米愛帶定小組去訪問南苗市場醬菜店嘅老年沙郭媽媽。郭媽媽早就用豆腐魚作為創意菜，頭等等加到來生。阿伯妹，咁你對佢有印象嗎？夾爸爸夾媽媽都當好嘅嘢，當開朗嘅嘢。佢哋冇人我卡夾媽媽當我講笑話呢。條路當好嘅，還當前做幾多歲啊？阿伯妹。對。你睇呢個80歲嚟啦。80歲看唔出來，真係看唔出來。挑夫也是懂得啦。大家一條生意啊。要後生。唔錯。拿來。頭擺冇好事啦，都放挑夫魚啊。挑夫魚是，一般挑夫魚我們就是主要就配飯或幹嘛。他把挑夫魚做成有點像那個調味料。調味醬，像味噌，你看到沒有？讓自己研發。不過你有鹹來是最原始的挑夫鹽，所以這樣是它味道比較濃，很濃，有點乾乾的米頭，會回甘，還會回甘的，像米頭。要用心做呢，要時間的嘛。哦喲，咩青菜都真嘅，還是有點回甘，有點甜甜。殺好了。讓媽媽自己研發喲。要高筍、南瓜，還是還是冬天的，吃過啦，阿咪子，吃過啦。好。真係好食。好食呢。當對面啊。當對面。真嘅啦。你知道嗎？好，來試看啦。媽有點像個你講的個日本的味噌汁的米豆，油蔥打成這個像醬汁一樣，油蔥味噌汁的米。米醬會用安尼原料做的，但是我要加玉米，加豆腐一點。豆腐就要落去飯。哦，那米頭真係濃吼。tomato。我見咩當地講南瓜可以打豆腐魚咧。你再看看，番茄含在後身，油蔥乾，後頭你有時候番茄會加那個梅子粉，或者加了那個薑汁，在旗津那個地方。對。它這個加黑糖薑汁哈。要說客家人的
特别呢，有特别。一般来讲哦，韩国人会做成这样泡菜猪肉，冇上到佢要挑夫嘢，客家人咧泡菜。对面哦。好吃。安尼边上盐，上米酥，当简单。味道嘅研究豆腐魚表現彩度，公媽媽還特別獻一本學，做來研發，甚至還出嚟一本教人做菜嘅食譜呢。嗱，我講嘅是一兩樣菜，而係我當講嘅開胃嘅。開胃咧，接下來係嘛睇菜。我煮飯嚟啊，煮飯嚟啊。呢度好似變化咧，動作變化，喺白汁個來，當當新嘅東西要出來全部用豆腐做嘅。安尼好。國泰國按強錯冇，唔知國泰國幾多糖好乜嘅糖？哦，乜嘅糖？哦，粉蓉糖。粉蓉糖。哦。其實係乜嘅糖？我唔想了。你講一個。河南糖。河南糖，根本進來尋根，看到了。洛林沙，媽朋友，過媽媽，係啊，還有看到棟到條拜同學欣賞、高中、董事長，對，係啊，根本一整天下來有乜嘅感想？啊，實在是不敢想啦！人生怎麼可以把我安排得這麼樣的美麗，你知道嗎？因為哈，借着根本嘅一日天天哦，係可以過到按充實哈，安尼福氣呢？福氣，回憶滿滿。今日睇到刺球米轉故鄉前景，認識嚟無窮樣嘅刺球米，咪透過佢成長嘅故事，了解嘅感恩、幸福、地球嘅重要性。英雄唔驚出神台，只為有夢就勇敢去追求。